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教会线上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来聆听这周的主日信息。大家早上好。大家早晨。哇，很快就2026年了。好快就嚟到咗2026年啦。今天早上就是2026年的第二個星期哦。今早就係2026年嘅第二個禮拜日。我看到，其實呢，我們要起步，要有一個正確的起步。我哋需要有我哋每一年嘅開始有個正確嘅起步。我每一年我都想要看到我們大家，我的兄弟姐妹們一起的有一個正確的起步。我就希望每一年都睇到我哋弟兄姊妹喺每一年嘅啱啱開始就有一個正確嘅起步。因為我們看到每一個基督徒呢，我們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是很積極的。我哋睇到我哋每一位基督徒啱啱開始嘅時候都係好積極嘅。我們很真實的要做更好。我哋好真實咁要爭取去做得更好。我們有一個怎樣講？有一個動機，就是有良善的動機。有一個叫做有良善嘅動機。我們每一個人呢，就看得到講，每一年開始的時候，我們要做到最好的。我哋每一個人都希望每一年嘅開始，我哋就能夠做到最好。但是最主要的是怎樣來對齊神的道路。但係我哋點做先至能夠同神嘅道路對得齊呢？對齊的道路的第一把的東西，就我們要看到我們的那個紐扣要扣得對。咁我要做同神嘅路對得整齊嘅時候，就好似我哋着衫咁，我哋嘅第一粒紐要扣得對，對嗎？如果我們的那個紐扣如果扣了錯了過後，我們繼續的扣，我們就是穿到很奇怪的衣服了。咁我哋如果第一粒紐都扣唔正嘅話呢，我哋接下嚟嗰啲個個都唔會對得齊噶啦。當我們對齊了神的那個道路的時候，當我哋對準咗神嘅道路嘅時候，我們就看得到講我們的家庭，我哋就會睇到我哋嘅家庭、我們的學業、我哋嘅學業、我們的工作、我哋嘅工作、我們的財務、我哋一切嘅財務，每一樣事情我們都看得到講，是神喜悅，神在保護着。咁我哋就睇到每一樣我哋嘅事業，我哋每一樣事，神都會保守同埋看顧住噶啦。今天早上當你看得到講，我們的這個主題就是先求他的國啊。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就係先求他的國。如果你聽到先求他的國的時候，就是講着馬太福音第6章第33節咯。如果你睇到先求他的國，你就諗到馬太福音第6章33節噶啦。我們每個人都還有認識的這一個聖經的這一節哦。我哋好多人都記得呢聖經中嘅呢一個經節。因為他那邊就寫着耶穌基督自己講，他講先求他的國，他的義啊。嗰度寫嘅係耶穌基督自己講嘅，要先求他的國同埋他的義。所以講着神的國，神的義啊，就係講神嘅國同埋神嘅義。跟那個過後呢，他有應許的什麼呢？咁然後佢會應許啲咩呢？應許到全部這一切的會加給你啊！佢應許我哋所有嘅一切都會加俾你哋。所以今天早上我們開始2026年時候，我們就要看到怎樣來我們的起步要正確。所以我哋今年2026年嘅一開始，我哋嘅起步就要對得正確。所以我們就看看這一個我們的馬太福音第6章第33節咯。我哋嚟睇下馬太福音6章33節，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當你看得到這個的時候，當你睇到呢度嘅時候，耶穌基督其實要講些什麼呢？耶穌基督其實係要講緊乜嘢呢？很多時候，當我們聽到先看得到，先求他的國，他的義。當我哋睇到先求他的國同埋他的義，我們就每次都放在第一位咯。我哋就要將呢個放喺第一位。我們就是這樣子想的。我哋自己係咁諗嘅。我們放不是我們的家庭先，我們放神先。唔係將我哋嘅家庭放喺第一位，係要將神嘅國放喺第一位。這個是我們的思想。
呢個就係我哋嘅直哦，覺。我們的老婆我們放一邊先，我們放神先。老婆都放喺一邊咧，我哋首先要放神呀，第但是一先。其實神的意思不是這樣子。其實神嘅意思唔係咁嘅。就像今天早上我們唱的這歌，就講着忠心。今日好似我哋今日所唱嘅歌，要忠心。呀，神要我們放他在我們的中心。神要將佢擺喺我哋嘅中心。呀，所以我們今天早上我們要明白的，從這個馬太福音第6章第33節裡面，我們學到的是什麼事情？我哋今日就要學到喺馬太福音6章33節入邊，我哋要學到嘅乜嘢啦？我們一起來禱告。我哋一齊嚟祈禱。天父，很感謝你。天父，我哋多謝今你。天早上，今早，當我們看得到神你的話語的時候，當我哋睇到神你嘅話語嘅時候，我們祈求你幫助我們每一位，我哋祈求你幫助我哋每一位，給我們每一個開了我們的心的眼聽，看得到你。俾我哋你能夠嚟開我哋嘅屬靈嘅眼同埋心，俾我哋能夠睇到你。真啊，祈求你開我們的耳朵，可以聽得到。求你開我哋屬靈嘅耳朵，俾我哋能夠聽到。真啊，祈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朋友，祈求你幫助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今天早上可以學習到你要我們聽到的。今早俾我哋能夠學到你要我哋聽到嘅。真啊，感謝你。神啊，多謝你。奉告主耶穌聖名禱告。奉耶穌嘅名祈禱。Amen。Amen。所以今天早上從這一個經文裡面，我們學到的3樣東西是什麼呢？今日我係第一節經文入邊，呢節經文入邊，我哋學到3件事係乜嘢呢？第一樣東西呢，就是先求神的國。第一件事就係要先求他的國，係神嘅國。如果我們先求他的國的時候，神的國的時候，我們重要的就剛才我講的，放神在那個中心。先求他的國就係頭先所講嘅，我哋要將神擺喺我哋嘅中心。不好放神是好像一個附加品。唔好將神作為一個附屬品。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呢，我們需要他的時候，我們就拿他出來。我哋有時好似我哋需要神嘅時候，我哋就將佢擺出嚟。如果我們不需要他的時候，我們就放進去一個地方。唔需要嘅時候，我哋將佢擺一邊啦。我們一定要放神在中心。我哋一定要將我哋嘅神擺喺我哋嘅中心。當你看得到求他的國的時候，是什麼意思呢？當你睇到求他的國係咩意思呢？一講到國的時候，一定有國王啊。講到國咁啊，一定要有國王啊。他要我們求他的國的時候，佢要我哋求佢個國嘅時候，要神統治着我們，就係要神嚟統治我哋，不是我們的偏好啊，唔係我哋自己嘅偏好。所以還有要看到神不單止統治我們，也是他的議程是什麼？神唔單止係佢嚟統治我哋，佢嘅義係成咩嘢呢？不是我們的我們的野心啊，唔係我哋嘅野心。他的議程啊，佢嘅義成。然過後呢，我會看得到呢，叫權威啊，係佢嘅權威，我哋就睇到嘅係佢權威。不是我們的控制啊，唔係我哋自己嘅控制。你看在我們的身邊裡面，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控制了我們自己的生命。我哋所有身邊嘅人都想控制自己嘅生命，但是呢，有誰可以讓神的權威，讓神來控制我們？但係有邊個願意讓神嘅權威，讓神嘅權柄嚟控制我哋呢？交託一切再給他。我哋要將我哋嘅一切交託俾佢呢？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私心，怎樣來交一切給神？每一個人都要有呢個咁嘅意念，要將一切交託俾神。但是這個我們會覺得很困難的。我哋咁做好似覺得好困難。但是如果你看得到馬太福音第6章第33節的時候，耶穌就是這樣說，叫我們要先求他的國，他的義。但係你睇喺馬太福音6章33節入邊，你睇到耶穌佢自己就係咁做，先求他的國同埋他的義。還有他講的一個應許，就是這一切全部都是會添給你們的。佢仲講到
一個應許，就係神會將一切都添加俾你哋嘅。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咁一切係咩意思呢？這一切就是你的財物，一切就係你嘅財務啊，你的這個家庭，你嘅家庭啊，你的每一樣東西，你可以思想到的，你所有一切你所諗到嘅，這一切都會咁一切添加。都會添加俾你。為什麼呢？為咩呢？因為當你看回去你要回去看馬太福音第6章33節，還有你要看32節的時候，你翻去要睇聖經，馬太福音6章33節，你睇翻32節嘅時候，32節那邊寫啊，32節嗰度寫到，這東西外邦人所求的，這東西係外邦人所求嘅，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需用嘅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嘅天父係知道嘅。你們的天父，這我們的天父，我們的天父，你們嘅天父亦都係我哋嘅天父，佢全部都知道嘅。他知道我們的需要，佢知道我哋嘅需要，我們的每一樣的需要，他都知道。我哋每一樣嘅需要，佢都會知道。所以你講，他就先求他的國，他的義的。所以佢就講，先求他的國同埋他的義，咁一切嘅這一切都會交俾你哋。所以我們看得到講，其實呢，我們要繞的是繞在神那邊啊。其實我哋所需要嘅一切都係喺神嗰度嘅，不是要神來跟我們，唔係要神嚟跟我哋。很多時候，我們是希望神來支持我們的每一樣的計劃。有時我哋需要神嚟支持我哋每一樣嘅計劃。不是有時哦，每一次我們都要。我哋時時都要神嚟支持我哋嘅計劃。支持我們的計劃。但是呢，但係呢，其實耶穌基督教我們、呼召我們的時候，是要我們降服在神的國度之下。其實神呼召我哋嘅時候，就要我哋降服喺神嘅國度之下。所以我們看得到講，就是這一個經文這樣子所解釋。我哋睇嘅呢節經文就係呢個咁嘅解釋啦。所以我要給你一點的例子啊，例子就是我哋俾大家個例子，一個例子。你看到太陽系，太陽系，這個太陽系呢是怎樣？這地球呢是轉繞着這個太陽的。太陽系我哋睇到地球係圍繞住地球係圍繞住太陽轉嘅，對吧？有沒有看到那個地球是那個太陽圍繞着這個地球呢？有冇睇到太陽圍繞住地球轉嘅呢？這個是真實的事情，呢個係真實嘅事情。只有那個地球圍繞着那個太陽，只有係地球圍繞住太陽轉，這個不會變的。呢個係永不改變嘅。太陽是從東邊起，西邊消。只有太陽由東邊起，西邊落，是不會變的，亦都唔會變嘅。這個是事實嚟。呢個就係事實。這個就是講着，我們是神是那個中心。呢度就代表咗神就係嗰個中心。神就是那一個太陽。神就係嗰個太陽。我們就是好像喺地球裏面。我哋就好似嗰個地球，我哋圍繞住神嚟轉。如果地球自己要太陽繞着它的時候，如果地球要太陽繞住圍住佢嘅時候咧，這個整個系統就會崩潰。呢個整個系統就會崩潰啦，對嗎？所以我們看得到，第一樣東西我們學習就知道，神就是好像那個太陽，我們是要從他那邊，不是神繞着我們跑。我哋第一件事我哋學到嘅就係我哋知道神就係好似個太陽一樣，要我哋圍繞住佢，唔係太陽圍繞我哋嘅。我們是圍繞神的旨意而活的。我哋係圍繞住神嘅旨意而活嘅。所以這邊呢就可以給我們明白了。呢度我哋明白咗，為咩要咁樣呢？我們要看看這邊歌羅西書裏面第一章第16到17節。我哋再睇下歌羅西書1章16到17節。因為萬有都是靠他做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
或是有為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為他做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是靠他而造的，係靠他而做的。哇！這一切全部都是為了耶穌基督，一切都係為咗耶穌基督而做嘅，全部都是為了神而造的，全部都係為咗神而做嘅。如果我們知道了，全部都是為神而造的，變得我們其實就要圍繞着他。我哋知道一切都係為神而做嘅，我哋就知道我哋係要圍繞住佢嘅。我們要圍繞着神的旨意而活。我哋要圍繞住神嘅旨意而活。呀，我們不是讓這個，我們不是要神來怎樣講適應我們的生活。我哋唔係要神嚟適應我哋嘅生活，但是而是讓我們的生命在神裏面找到這個位置，而係要我哋嘅生命喺神嘅裏邊揾到我哋自己嘅位置。係咪？所以我們要明白這一個真理。我哋要明白呢個真理。因為當我們看到年輕人就是有這一個身份的問題，有啲年輕人為咗個身份嘅問題，他們要每一個人可以認同到他們。佢要每一個人都要認同佢。哇！你有看到啦？如果我們進去那個臉書啊，還是 Instagram 啊，哇！你拍個照，要很多人 like 你，很喜歡你。我哋有時睇喺嗰個臉書啊，面書 Facebook 嚇面書嗰度，我哋好似誒個個人都要人嚟認同你咁喎。我還以為 Uncle Frank 啊，不知道什麼是臉書。我不錯啊，他講 Facebook 啊，面書啦，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拍照啊？吃個飯他會拍個照。我唔做呢啲，他不做這個的，他不需要這樣子的認同啊。我唔需要認同。呀，他知道有神啊。我知道有一位神喺度掌管。我呢，這樣很喜歡，我們吃飯了過後，我跟我媽媽一起吃飯的時候，我們就哇，很美啊，這個要拍照拍照。我同我媽都係，哇，又食啲嘢好靚，我哋要拍個照。我們又不是講認同，我只是傳給我們的這個家庭的WhatsApp 給他們看。我哋係傳喺我哋嘅家庭嘅群入邊俾大家分享啫。哇，看到那個食物是我媽媽煮的喎。睇到呢個食物係我阿媽整嘅喎。哇，給他們有一個認同哦。俾佢哋有一個認同喎。但很多時候，那個年輕人也是這樣子，他們要有一個認同。但係而家嘅年輕人都係咁喎，要俾人哋要求其他人俾佢一個認同。哇！如果那個 like 只是有一兩個 like 罷了，哇，就不那個心就好像很不開心咯。如果係嗰個俾佢點讚嗰啲呢一兩個，佢都唔開心喎。呀，但是如果那 like 有100個 like，哇，不知道誰來的，但是很多人 like 啊，他就很開心。如果有好多成百個人中意咧，佢就好開心㗎啦。所以我們看得到講，其實呢，就是這個天國的價值需要塑造出來啊。天國嘅價值係要塑造出嚟嘅。所以我們看得到，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我們的每一樣東西，我們做的時候，我們要每次記得天國文化。我哋所做嘅一切事，我哋要知道，我哋要係圍繞住天國文化嘅。我們不要被那個壓力，這個世界的壓力怎樣講？所左右。我哋唔好俾世界嘅壓力所左右我哋。因為很多時候呢，我們看得到講，我們的這個天國的文化啊，跟他們真的是有衝突的。所以我哋睇到我哋天國嘅文化同呢個世界嘅文化係有衝突嘅。所以我們每一個就要看着天國的文化在我們生命當中是什麼東西。所以我哋要睇到天國嘅文化喺我哋嘅生命當中係啲乜嘢。我們每一個的決定，我們要想一想先。我哋做每一個決定，我哋要經過思考。我們不是這個世界的人。我哋唔同呢個世界嘅人。所以我們這個文化呢、價值觀呢，一定要跟隨着神的價值觀。我哋嘅文化同埋我哋嘅價值觀，我哋一定要跟隨神嘅價值觀。我們的年長的，我們可以跟我們的這個孫子跟他們禱告。
我哋年長嘅，我哋可以同我哋嘅晚輩，甚至我哋嘅孫輩嚟祈禱。這個就是天國的文化。呢個就係天國嘅文化。我每個可不可以2026年每一個弟兄姐妹看到其他人的時候，要講好的事情。我哋喺2026年嘅時候，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見到每一個我哋嘅親戚朋友，我哋都會講出好嘅語言嚟。呀，要給他們有鼓勵。我哋俾佢哋有鼓勵。啊，早上他們來的時候，哇，今天你很早啊，感謝主。佢哋朝早嚟到，我哋見到你啊，好多謝主，你嚟得咁早。哇，師母，你的頭髮做得很美啊！啊，師母啊，你嘅頭型好靚啊，髮型好靚。要講到這些鼓勵的事情哦，要講啲鼓勵讚美嘅話。給我每個人都鼓勵，我哋每一個人都得到鼓勵。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要買咖啡，有一次我記得我要買咖啡，我一進到那個咖啡室的時候，我看到那一個做咖啡的，我就哎呀，閻王今天真的是不好喝了。我入到嗰個咖啡廳，我就睇到嗰個做咖啡嘅，我就一個年輕人，哎呀，今日唔好喎。哇，我每個地方的在靠近我們的工作的地方的每個人看到那一個人做咖啡的時候，全部都領頭啊！他們講，哇，今天咖啡一定不好喝哦。因為我哋入去我哋工作嘅地方嗰個附近嗰個咖啡店嗰個，我哋大家都去嗰度買咖啡嘅。一入去睇到嗰個賣咖啡嗰個人個面色係咪？我話今日唔幾好。呀，不知道為什麼，他每次他做那個咖啡真的不好喝。咁佢真係佢做啲咖啡唔好飲。突然間呢，神就啟示我，突然間神就啟示俾我，所以我就怎樣呢？我去到他面前的時候，我講，哇，上個星期你做的咖啡很好喝哦。咁神啟示我就去到個面前，我係上個禮拜我買你做嘅咖啡俾我，好好飲喎。哇，我隔壁那個是我的夥伴啊，他講不好喝，你還講好喝。我個同事就係旁邊講，哎呀，都唔好飲嘅，你仲講好飲。我突然間我想到我要鼓勵他哦。我突然間我諗到我要去講話嚟鼓勵佢。當我講了過後，你知道發生什麼事？那一天他的咖啡特別好喝啊！當我講咗之後，佢嗰日整嘅咖啡真係特別好飲喎。哇！他突然間哇，有人稱讚我，今天我咖啡一定要做到很好。佢覺得有人稱讚我，今日我咖啡一定要做得好靚。為什麼你做那個咖啡，你要那個不是熱水，那個牛奶你要放到那個熱度是對的。嗰個牛奶你要放到嗰個熱度係要啱嘅。所以我覺得呢，他每次就是亂放吧啦。以前我就覺得佢係亂咁做嘅。呀，他弄到那個牛奶熱的時候啊，太過熱。佢整咗啲牛奶太過熱，有時。那一天當我稱讚到他，他就放那個量那個咖啡那個牛奶的那個器給他個溫度有幾多？哇，他量了過後剛剛好。當日我講咗呢句話俾佢時候，佢就好用心咁量咗嗰個牛奶嘅熱度喎，啱啱好喎。所以我喝到那咖啡真的很好喝。我就飲到真係好好飲啦。我夥伴喝了個，奇怪，今天的特別好喝哦。我就旁邊我就話奇怪，今日特別好飲嘅。人是需要這個鼓勵的。人係需要鼓勵嘅。在2026年，我們一起來鼓勵大家。所以喺2026年，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要鼓勵大家。呀，我看到鳳儀，點頭。我哋睇到你今天很美，你今日好靚啊！他就很開心咯。佢就好開心，對吧？所以呢，我要看看，每一個人都一定要看着，我們有神來幫助我們，我們要看我們怎樣來先求神的國。我哋睇到神每一個人都會嚟幫助我哋嘅，但係我哋要點樣去先求神嘅國？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每一個的決定，是不是天國文化的決定？所以我哋每做一個決定，係唔係天國文化嘅決定呢？ Amen。所以第一樣東西呢，就是要明白的，先求神的國。我哋第一件事要明白嘅就係要先求他的國。第二呢，就是他的義，先求他的義。第二就係要先求他的義。先求他的義的時候，我們要明白，就是講着我們的內在塑造，不是外在的表現。先求他的義就係講嘅我哋嘅內在嘅塑造，唔係外在嘅表現。
你看得到，哎，這一個冰山的時候，哇，上面那個山呢，只是看到這樣小罷了。你睇過個冰山，睇到個喺出邊係睇到好細啫。呀，表面上表面喺水面上係咁細，但是內在啊，哇，是有很多的力量的。但係佢內在有好大嘅力量嘅。就好像每一個弟兄姐妹，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有神來呼召我們啦。好似我哋弟兄姊妹咁，每一個人我都要有神嘅呼召嘅。當神呼召我們的時候，他就給我們這些的力量。當神呼召咗我哋嘅時候，佢已經俾咗我哋嘅力量。所以我們不要看那個表面，但是要看我們的內在。唔好睇佢嘅表面，我也要睇佢嘅內在。你看到耶穌基督呢，他就用的什麼？他的義跟他的天國一起來連在一起。你睇到耶穌基督係將天國嘅義同埋佢嘅國連埋一起嘅。所以他一講啦，你要先求他的國跟他的義。你就睇到啦，你要先求佢嘅義，佢個國同埋佢嘅義。為什麼呢？為咩呢？耶穌基督啊，他的那個思想是很偉大的。因為耶穌基督嘅思想係好偉大嘅。不但是要求他的國，但是還是要看他的義。唔單止要求佢嘅國，仲要睇佢嘅義。我們知道講啊，我們已經有了耶穌基督。我哋知道我哋已經有咗耶穌基督。所以呢，我們每個人都是跑着神給的這個應許。我哋都係行喺神嘅應許當中，還有這個恩典的，喺神嘅恩典當中。其實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其實一切都係神嘅恩典，不是因為我們的聰明本領，唔係我哋嘅聰明本領。所以很多時候呢，當我們講到神的義的時候，當我哋講到神嘅義嘅時候，我們覺得我們有神的這個恩賜，所以這個恩典，有了神的恩典，我們就不需要達到神的義。有時我哋知道我哋有神嘅恩典之後，我哋就唔需要達到神嘅義啦。我們一起看看馬太福音第5章第20節。我哋再睇馬太福音5章20節。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哇！我聽到這一句我都暈倒咧。哇！我聽到呢句我直接暈咗喎。這個耶穌基督要我們的義啊！耶穌基督要我哋嘅義喎，要勝過那個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要勝過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嘅義喎。你看到咧，法利賽人的義啊，真的表現外面給人家看得到，哇，他們是很神聖的。法利賽人嘅義係喺表面嘅，俾人睇到嗰個表面好神聖嘅。為什麼耶穌基督講，當我們的義一定要勝過他們的義的時候，為咩耶穌基督講我哋嘅義要勝過佢哋嘅義係咩意思呢？意思呢，不是只是外面的給人家看啦。意思就係話唔好做外出嘅表面俾人哋睇嘅，但是內在的塑造啊，係內在嘅塑造啊。呀，不是外面的，唔係出邊嘅，不是給人家看的，唔係表面俾人哋睇嘅，但是是在內在，係內在嘅。就好像剛才那個冰山這樣的內在，好似頭先個冰山嘅內在嘅，內在勝過外表啊，內在勝過外表啊！我看到我們的教會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好的內在。我睇到我哋教會有好多弟兄姊妹有好好嘅內在嘅，表面呢，他們也不用要怎樣給人看得到，要稱讚他。表面又睇唔到佢哋嘅張揚，唔會睇到佢需要人哋去稱讚佢。呀，為什麼呢？為咩呢？因為很多的相信我們的稱讚是給神來稱讚，不用給人來稱讚。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嘅需要嘅稱讚唔係要人嘅稱讚，係我哋要神嘅稱讚。這個就是在內在的塑造啊，呢個就係內在嘅塑造啊，不是外面的外在的表面，唔係外在嘅表現啊。我們看得到講，我們的耶穌基督看的不是這外面，是在裡面的。
所以我哋睇到耶穌基督睇嘅唔係睇你嘅外表，係睇你嘅內在。所以你看到這棵樹，我哋睇到很多的呢棵果子果樹好多果子，那邊寫着什麼？果子是看得見的，嗰度寫嘅係果子係睇得見嘅，但是它的根決定了生命是否健康。但係佢嘅根係決定生命是否健康。每一個人的內在是比更重要過我們的外表。每一個人嘅內在比外表更重要。還記得嗎？羅馬書第12章第2節的時候講的心意更新而變化。羅馬書2章2節咁就講，心意更新而變化。我們每一個人2026年開始的時候，每次我們都要思想着這一個經文。我哋喺2026年嘅開始，我哋要時時思考住呢節經文。心意更新而變化，心意更新而變化。你要回頭去以前跟現在，你有什麼的變化？你要回顧以前同埋現在，你有咩變化？如果你知道，你其實有那個變化的時候，如果你知道你真係有變化嘅時候，這個是好的，呢個係好嘅。但是一定要變好啦，不是變化變了更壞啊。但係要變好啊，唔係變壞啊，對吧？所以呢，我們要明白的，如果人家看得到，你的那個表面，但是要知道你的內在啊。人哋睇到你嘅表面，但係要知道你嘅內在。因為內在才是知道你這棵樹到底健康還是不健康。因為內在先至知道你呢棵樹，呢棵生命嘅樹係唔係健康。所以義的時候，你講的義的時候，當講到義嘅時候，表現包括了什麼呢？個義嘅表現包括啲咩呢？就是無人看見的時候，喺冇人睇到嘅時候，你的真實係冇人睇到時候，你嘅正直，你可以做得到這樣。如果你做唔得到呢個呢？我們看得到講我們的義是跟隨着耶穌基督的這個義。我哋睇到我哋嘅義係跟隨耶穌基督嘅義嘅。我們的付出，我哋嘅付出看得到我們的順服。我哋嘅付出睇到我哋嘅順服。有一樣東西我真的是要稱讚一點的，就是我們的敬拜團。有一件事我要稱讚嘅就係我哋嘅敬拜團。敬拜團啊，他們時時刻刻都要練習，要學習啊。我哋敬拜組係時時刻刻都要喺度練習同埋學習嘅。他們不是只是星期天上來哇就可以有，佢哋唔係星期日上嚟就可以一齊唱歌嘅。全部都是要很多的功夫在裏面。佢哋花咗好多功夫喺入邊嘅。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明白的，這個就是在裏面的內在的塑造啊。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明白呢啲就係喺內在嘅塑造啦。我哋看看詩篇15章第2節。我哋睇下詩篇15章第2節，就是行為正直、做公義、做事公義、心裏說實話的人，就是行為正直，就係行為正直。行為正直呢是什麼？行為正直係咩呢？行為就是每一天的事情。行為就係我哋每一日嘅日常的行為，日常嘅行為。所以我們日常的行為要正直啊！我哋日常嘅行為要正直，要長遠的方向，要有一個長遠嘅方向。要知道是一致的生活的方式嚟嘅，係我哋神要我哋一直嘅生活方式。你看得到講，這個是每一天的話，如果係每一日嘅話，所以這個行為一定要正直。呢個行為一定要正直。結果我們看得到講，第二就是什麼？做事公義，做事要公義，做事要公義。但我們還沒有到做事要公義的時候，我們看到正直是代表了的什麼？但係我哋睇過正直係代表乜嘢呢？就好像一個指南針，正直好似嗰個指南針，就帶咗一個風向，佢帶俾我哋一個方向。
不是一个怎样讲，计時器，唔係一個計時器唔係計時器，計時器啊，是看你們幾快，計時器係計你有行得幾快，但是是一個指南針，佢係一個指南針，給我們每一個人知道一個方向，並你每一個人有個明確嘅方向。快，那個速度是不重要，速度唔係幾重要，最主要的是我們的方向是對，最主要嘅係我哋方向係對嘅。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呢，看得到講2026年的時候，我們的起步要正確。所以我哋要睇到關鍵嘅2026年，我哋嘅起步我們要正行為確，要正直。我哋嘅行為要正直。第二呢，就是講着我們的這個做事要公義。再講到嘅就係我哋做嘢要公義，做事要公義，每一個人都明白。做事公義，每一個人都明白，就是實行公義，就係實行公義，要誠心與憐憫，要誠心同埋憐憫。Amen。所以看得到講，我們的這個行為啊，我睇到我哋嘅行為啦，一定要從我們的內在發出來。一定要係我哋嘅行為就係一定要係我哋內在嘅發出嚟嘅行為。因為當你的行為做出來的時候，當你嘅行為做出嚟嘅時候，人家會知道你的內在。人哋要睇到你嘅內在啦。為什麼呢？為咩呢？當你是正直的時候，當你係正直嘅時候，我們知道你內在是有神在裡面。我哋就知道你嘅內在係有神喺入邊嘅。很多時候我們看得到講，當我們的這個公義，我們做事的公義的時候，即係講到我哋做事公義嘅時候，就是因為我們裡面有做了一點好的事情，因為我哋裏邊做咗好嘅事情，連外面才有出來這一個好的行為，先至能夠彰顯出嚟我哋呢個好嘅行為，有可以做得到一個公義，先至能夠做到呢個公義。雅各書第1章第22節裡面有寫到，雅各書1章22節係有講，他講到佢講要到行道，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啊。唔要單單聽道。因為當我們有信心，我們聽道，當我哋有信心嚟聽道，聽了過後，聽咗之後，如果沒有行的話，如果冇行為嘅話，我們就知道我們沒有用這個神的信心。我哋只知道我哋冇用到神嘅信所以心。當我們要聽道，當我哋要聽道，不要單單聽，唔好單單聽道，要行道。要行道。這個就雅各書第1章第22節教導我們的。呢個係雅各書1章22節教導我哋嘅。這一切是什麼事情呢？呢一切都係代表乜嘢呢？是我們心意，係代表咗我哋嘅心意，是講到我們的心啊。係講到我哋嘅心。當我們講到心的時候，當我哋講到心嘅時候，就好像這個下面他們寫的就心裏，這邊寫什麼？心裏什麼？心裏說實話的人，心裏說實話的人，心裏說實話的人。我們心裏說實話嗎？我哋嘅心裏係講實話冇？當我們的內在，當我哋嘅內在有神嘅時候，有神來塑造的時候，有神嚟塑造我哋嘅內在嘅時候我們，每次講的，我哋每一次所講出嘅嚟嘅心裏，說的，我哋心入邊要講嘅呀，就是實話了。就係誠實嘅話啦。現在世界有很多，全部都很假。當今嘅世界有好多好假，但是這些假的看得到，好像很真啊。但係嗰啲假嘅睇到好似好真喎。還記得嗎？我講那個 AI 啊，這個那個猴子在那邊煮飯哦。我哋睇到呢個而家嘅科技 AI 啊，馬騮都會煮飯喎。呀，你看得到講，這些全部都是假的。你睇到呢啲全部都係假嘅。有時候你看到一個 TikTok 還是 YouTube，他講的，哇，那個貓很厲害，跟老虎打架哦。睇到甚至睇到貓同埋老鼠同埋老虎打交喎。貓抓老鼠，我有聽過的。貓捉老鼠係貓同老虎打交。貓跟老虎打架哦。
貓同老虎打交都可以，還打得贏哦，仲打贏嗰個老虎添。真的是我看到我都哇，這一個人做東西真的很厲害哦。我睇到真係佢哋真做咗出嚟喎，真哇，係看到很真啊！睇到好真實喺度打交喎。哇，猴子在那邊煮飯啊，馬騮喺度煮飯喎。還有看到那個什麼熊貓跑步哦，誒，熊貓喺度跑步喎。對吧？哎，這個就是這個很奇怪的世界，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世界，很多不真實的，但是看到好像很真。好多都唔係真實嘅，但係睇到好似好真。變了，這個世界每一個人他要看的是真實，但係我哋世界嘅每一個人都要睇到係真實。他們不會給人家騙，佢哋唔願意俾人哋騙喎，因為他天天他看得到，哎，我知道這個假，哦，那個假，因為佢俾人哋睇，人哋睇到呢個係假嘅，嗰個又係假嘅。所以他們很要的，他們失去的就是那個真實。佢哋失去嘅就係真實。所以當我們給他們真實的時候，所以當我哋俾到佢哋真實嘅時候，他們就哎，這個是真的。佢哋就感覺啊，呢個人好因為我們真。每一個人當我們信主的時候，我們也是知道我們的主耶穌是真實的。當我哋每一個人信主嘅時候，我哋都知道我哋嘅主耶穌係真實嘅，係咪？係咪？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是真實的時候，我們介紹給其他人、給我們的朋友的時候，我們可以很敢的介紹，因為是真實。因為我哋知道耶穌係真實嘅時候，我哋介紹俾其他人，我哋嘅朋友嘅時候，我哋會好有勇氣咁講出嚟係真實嘅。透過我們的見證，透過我哋嘅見證，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見證，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見證，因為我們很相信，當我們有那個問題的時候，神來幫我們解決，那一個就是見證。當我哋知道我哋有問題嘅時候，神會幫我哋解決。呢一個就係我哋嘅生活嘅見證，這個是真實的。呢個係真實嘅。當我們給人家知道這個見證的時候，當我哋俾人哋睇到我哋呢個見證嘅時候，他們就會吸引到我哋就會吸引到吸引這個神，我哋就他被這個神吸引，佢哋就會俾我哋嘅神所吸引，係咪？所以我們是在這個不是在外在的順服，我哋唔係外在嘅信服，但是是內在的更新。係我哋內在嘅更新。很多時候你聽到，哎，外在的順服，哎，很好哎，睇到外在嘅信服係好好，但是神要看的內在的更新。但係神要睇嘅係內在嘅更新。第一，我們要先求他的國。第一，我要先求他的國；第二，先求他的義；第二，先求他的義；第三呢？第三呢，就把一切交託給他，就把一切交託俾佢。因為看到當馬太福音第6章第33節的時候，最尾的是一個應許嚟嘅。喺馬太福音第6章33節最後係一個應許嚟嘅，全部一切的會簽給你。所有嘅一切都會加俾你。當我們加給你的時候，就是我們要把一切都要給他。佢一切都加俾你嘅時候，我哋就要一切都交俾佢。因為我們知道是他供應給我們，因為我哋知道係佢供應俾我哋嘅。如果你看馬太福音第6章第31節裏面寫什麼？你睇馬太福音6章31節，所以不要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吃什麼、喝什麼、着乜嘢？我看到你們的眼睛哦，我睇到你哋眼喎。我知道你們想着，等一下我要吃什麼？你哋諗緊等陣間食乜嘢？下午的時候要喝什麼？行要飲乜嘢？我們每一樣東西，我們就知道我們可以交託給神。我哋每一件事，我哋知道我哋係要交託俾神嘅。所以神呢，是需要我們的心。所以神去需要我哋嘅心。當我們有放他在這個中心的時候，當我哋將神擺喺我哋嘅中心嘅時候，意思就是我們對齊了神的道路。
意思就表明咗我哋對齊咗神嘅道路啦。很多時候，我們要看看到底我們的手是放開的，還是緊握的。有時我哋要睇下我哋自己嘅手係擺開嘅，抑或係緊握即係揸住嘅。當你緊握的時候，你係緊握嘅時候咧，就代表着我們有恐懼啊。當我哋手緊握嘅時候咧，就代表咗我哋有恐懼，我哋嘅心入邊有恐懼。但是當我們開我們的手的時候，當我哋張開我哋嘅雙手嘅表時候，達着我們的信靠與降服於神，就代表咗我哋嘅信靠同埋降服。今天早上你是今早緊握還是今朝早你係緊握住雙手咧，或係擺開你嘅雙手咧？如果你看腓立比書第4章第19節裡面寫什麼？如果你嚟睇下腓立比書4章19節係講乜嘢？我哋嘅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Amen。我們的神啊，我哋嘅神啊，什麼意思呢？係咩意思咧？我跟這個神啊是有很好的關係的，因為我哋同我哋嘅神係有好好嘅關係嘅。所以他那邊寫我們的神，佢嗰度講嘅係我哋嘅神啊。當我們跟他有一個好的關係的時候，當我哋同佢有一個好好嘅關係嘅時候咧，每樣東西就不是一個交易啊，呢個唔係一個交易啊，但是有一個也不是一個要求啊，亦都唔係一個要求，是一個信靠，係一個信靠，是一個盟約，係一個盟約呀，不是一個方便，唔係方便，唔係一個方便，不是因為他是我們的神，唔係因為佢係我哋嘅神，我們就是一個交易嚟嘅，我哋係同佢有一個交易，唔係咁，不是這樣，唔係咁。但是呢，因為我們跟他有一個好的關係，係因為我哋同神有一個好嘅關係，所以我們看得到我們的神是要供應給，所以我哋睇到神係要供應俾我哋嘅。這邊還寫着照他榮耀的豐富，照佢榮耀嘅豐富，照他榮耀的豐富是，他不是給你在一個缺乏的給你，佢榮耀嘅豐富唔係俾你一個缺乏嘅俾你，不是因為有多出來才給你，佢唔係因為多出嚟先至俾你，是一個有豐富的，佢係一個有豐富嘅俾你。所以當我們要看到神給我們的豐富的時候，它是很多的。所以我哋睇到神俾我哋豐富嘅時候，係我哋好多裝唔晒嘅，每一樣都會是充足啊！所有需用嘅都係好充足嘅。我們需要的，他是會給我們充足。我哋需要嘅，佢係俾我哋充足有餘嘅。每一樣東西都是可以看得到，講，他為什麼會給我們這個充足呢？佢為咩要俾我哋充足呢？因為在腓立比書第4章第11節的時候，因為喺腓立比書第4章第11節入邊講，要看看這個。我哋回翻去睇下腓立比書4章11節，使徒保羅係講到使徒保羅呀，使徒保羅呢，他講的那一切，他講了什麼呢？他講啊，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什麼情況都可以知足啊。保羅講，我唔係喺缺乏嘅時候講呢句話，我係任何時候我都知足。他每一個時刻，他都有這個知足。佢喺每一個時刻都有個知足嘅心。他繼續的講的，佢繼續講，這是我已經學會了。呢啲係我已經學會咗嘅。如果你看到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第4章第11到12節，他是講着他其實沒有缺乏到。喺腓立比書入邊，我哋睇到保羅佢冇缺乏到。但其實呢，我們看到他生命好像很苦哦，每天都要進牢的。我哋
係睇到佢嘅生命好似好苦喎，時時都要去坐監嘅。呀，但是他講他已經學會了，但係佢講佢已經學會咗啦。他學會了什麼呢？佢學會咗咩呢？知足啊！學會咗知足。所以每一個人都要學習這一個知足啊！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學習呢個知足。如果你可以買個寶馬的話，如果你可以買一個寶馬，很好，當然好。但是如果你買不起，最少有一輛車。但係你買唔起，但係至少你可以買一部車。呀，你要知足啊！你要知足。這個就是使徒保羅經過的一樣的事情。呢啲都係使徒保羅經過嘅事情。你有看到他有豐富過，你睇到佢有豐富過，他也是有艱難過，佢亦都有艱難過。他活的每一個事情，他有缺乏，也是有知足。佢生活嘅每一個季節都有缺乏，亦都有豐足。他隨時隨在都沒有的一點的缺。佢隨時隨地都冇有缺乏到。呀，為什麼呢？為咩呢？就是一個字，就係一個字，知足。知足兩個字。明？我不知道一個字，知足。知足。所以當神在中心的時候，他的供應就會跟隨他的使命。當我哋嘅神喺我哋中心嘅時候，佢嘅供應就係跟隨住我哋嘅生命。Amen。所以今天早上我們學到很多東西。所以今早我哋學習到好多。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起步。但係重要嘅就係我哋嘅起步。我們的起步要正確。我哋嘅起步要正確，以至為天天重新對齊。重新要有對齊，意味着我哋要日日都要重新對齊。如果我們天天要重新的對齊的話，如果我哋日日都重新對齊嘅話，就要跟着這個路加福音第9章第23節裏面寫的，就好似我哋喺路加福音9章23節入邊耶穌講嘅。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嚟跟從我。哇！天天要抱着自己的這個十字架來跟隨他，天天日日都要孭起嗰個十字架嚟。所以看得到講，我們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看得到繼續。所以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又係要睇到我哋嘅持續繼續，不可以停留，唔可以停止，天天要唔可以停留，要日日背負神嘅十字架。為什麼呢？為咩呢？就看得到講，我們就是這個指南針啊。呢度就係要睇準我哋嘅呢個指南針啦，不是一個時鐘，唔係一個時鐘。為什麼呢？為咩呢？因為時鐘是給我們知道時間，時鐘只係俾我哋知道時間，但是指南針呢是帶給我們那個方向。但係指南針呢，佢會指明確我哋嘅方向。所以我們看得到講，每一個事情重要的是這個方向。所以我哋由此睇見，每一件事重要嘅就係要方向正確。所以怎樣可以做得到這個？點樣先至能夠做到咁呢？我們要回去看聖經。我哋要翻去讀聖經啦。每天都要有一個每日靈修。我哋要每一日都要有個靈修嘅時間。每一天都要有這個靈修的時間。每一日都要有個靈修嘅時間。我有時候都是跟我媽媽一起吃早餐的時候，我們就要聽每日靈修。我哋食早餐嘅時候，我要同我媽一齊嚟聽每日靈修。要知道我們每一個生命都就是帶着這個十字架。我哋要知道，我哋每一個生命都係背負住十字架嘅。因為聖經要先於意見，聖經要先於意見。
聖經係要先與遇見。所以意見呢，很多人有很多意見，好多人有好多意見，很多人有很多的意見，對吧？所以呢，我們要看什麼聖經啊？所以我哋要嚟讀聖經啊！我們有很多的這個反應，我哋有好多反應，所以我們要禱告，所以你要禱告，不要很快的要反應。我哋唔好快咁回應反應，我們要禱告先。我哋要先做個禱告。當我們禱告了過後，我們知道怎樣來反應。我哋禱告過後呢，我哋就要明確我哋點樣去反應。我們要順服於神啊！我哋要順服於神，不是因為方便，唔係因為方便。所以我們要每一天的要有這個每日靈修。所以我哋要有每日嘅靈修。如果你看那個詩篇第25章4到5節裏面寫什麼？詩篇25章4到5節，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教訓我，因為你是救我的神，我終日等候你。看得到嗎？睇到嗎？我們的神是可以幫助我們、教導我們的。我哋嘅神係可以幫助我哋同埋教導我哋嘅，所以我們要有那個每日靈修。所以我哋要每日靈修。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可以 send 給你。如果你需要嘅話，我可以寄俾你哋。每天他會跑出來，每日佢哋會自動跳出嚟。在你個 WhatsApp 裡面的。喺個 WhatsApp 裏邊有。哎呦，我還記得Olivia 現在是在香港，在那邊嘆世界。我哋知道我哋嘅姊妹 Olivia 喺香港嘆世界，但是他每天他都 send 給我們啊。但係佢每一日都有寄呢啲經節俾我哋。所以我看到全部的老人家在那個群裡面哇，每天都有每日靈修。所以我哋啲老弟兄長者們都每一日都有靈修嘅。所以每一個人都要每日靈修。所以每一個人都要每日靈修。我們起步正確，就是有對齊神的路。我哋起步正確，我哋先至對齊神要我哋所行嘅路。總結，我們看看哈該書第1章第7節。我哋嚟睇下哈該書1章7節，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我們要審查我們的行為。我哋要省察我哋嘅行為。很多時候，我們知道神的存在。我哋知道神嘅存在。我們是知道。我哋係知道嘅。我們是在於神是否是在地位，是那個至高無上的神。我哋要知道神係一個至高無上嘅神。我們知道他的存在，我哋知道佢嘅存在，但是我們知道他很重要。但係我哋知道佢係好重要嘅，在我們生命當中，他很重要。喺我哋嘅生命當中，佢係幾咁重要。如果我們認識他是很重要的話，如果我哋認識到佢嘅重要嘅話，他是至高無上的話，佢知道佢係至高無上嘅話，我們每一切的事情，我們都會先求他。我哋一切嘅事情，我哋要先求佢。係咪？所以今天早上，所以今日我看得到講，我們每個人都學習到，我哋每一個人都學習到要停下來，要停落嚟，明白到神是有幾重要，要明白到神嘅重要性。所以我們看得到講，我們的一切都要聯繫着他。由此我哋要睇到，我哋一切都係聯繫到神一齊，要跟他有一個好的關係，要同神有一個好嘅關係。就好像約翰福音第15章第5節裡面寫的，好似約翰福音1章第5節入邊，耶穌基督說：耶穌基督講，我是葡萄樹，我係葡萄樹，你們係枝子，藏在我裡面的，常在我裡面嘅，我也常在你裡面，我亦常在你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這人就多結果子。看得到講，哎，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結果子啊！我哋睇到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結果子嘅，但是一定要但係藏在一定他裏要面常在他裏面。當我們藏在他裏面的時候，當我哋常在他裏面嘅時候，因為你如果離了他，如果你離開咗佢，你就不能做什麼，你就唔可以做什麼。跟他我們今天早上今日明白了，我哋明白咗，開始的一年，我們開始嘅一年，有一個起步正確，我哋要有一個正確嘅起步。我們一起來禱告，我哋一齊嚟祈禱。天父啊，感謝天父，我哋多謝你。今天早上，今天早，當我們想到神你是那麼的重要的時候，當你哋睇到神你係幾咁重要嘅時候，我們要放你在我們的中心，我哋要將你擺喺我哋嘅中心。我們要先求你的國，你的義，我哋要先求你嘅國，你嘅義，真讓祈求你幫助，然後我哋先至祈求你幫助我哋，給我們那個力量，俾我哋有個力量，給我們知道神你是那個很重要的地位的神，俾我哋知道你係一個好重要地位嘅神。神啊，我們祈求你幫助我們，我哋祈求你幫助我哋，將我們的一切交在你的手中，將我哋嘅一切交喺你嘅手入邊。我們的家庭，我哋嘅家庭，我們的事業，我哋嘅學業，我們的這些工作，我哋嘅工作，我們的身體得醫治，我哋嘅身體得到嘅醫治，全部交託給你，都交託喺你手入邊。感謝你，多謝你，我們祈求你，我哋祈求你，奉靠主耶穌聖名，奉求耶穌基督名祈禱，阿們。希望今天的講道有祝福到每一位弟兄姐妹。我們下周同一個時間再見嘍。